有苦自己知。成日話的士司機揾幾多萬、2萬、3萬，喺架車食飯嘅啫，萬零蚊佢又有，成日鳩噏，搞撚到咁撚多人入行，而家都未夠車租啊！邊個幫我哋啊？冇人幫嘅，澳門政府唔會幫我哋嘅。而家都未夠車租啊，唔係鳩噏啊！你可以擺喺 Facebook 又得，高登又得，擺邊度都得，真係啊，就係咁樣啦。爭在未喺埋架車度屙屎嘅啫。大家好，我係阿納日記頻道嘅主播 Lily。一講起 A 區，啲人會話新填海區、未來住宅區、澳門嘅新希望，聽落好似幾風光。但真住入去嘅人話，依家感覺唔係太似新市區，反而有啲似荒島喎。某網友係第一批拎鎖匙入伙嘅住戶，住喺東創大廈3房單位，樓就靚嘅新凍新淨，仲望到海。佢笑咗下，但跟住嘆口氣。問題係出入唔方便，3條巴士線唔夠座，有時等半個鐘都冇車，返工要早2個鐘出門。夜晚6點幾工地收工，街上人流開始多啲，不過行到落街，好多路仲封住圍板、黃沙、吊鼻聲，成個區到處都係地盤味。等巴士嗰條街，10個有8個係住反光衣嘅工人。下班之後，一位裝修工友講，生活配套真係麻麻，超市只有1間，想買杯咖啡都冇得飲，夜晚要買餸都要出外邊。講完佢望住隻膠袋，俾風吹起又跌返落去。呢度啲風都特別大喎。嗰間唯一嘅超市藏喺大廈地下角落，霓虹燈閃閃爍爍。收銀台後面嘅女孩話，頭幾日開張，好多街坊都嚟睇下，但人口太少啦，生意唔穩定。有啲貨擺落去都賣唔晒，入貨都唔敢太多。行多幾步，望晒成個 A 區，樓高高聳聳，但燈未幾多，地面都未鋪好，風吹過嚟，全身都係沙。附近學校放學，有幾個細路同家長行過圍板，邊條臨時報道，邊行邊講小心啲，唔好行出去。方話住咁新嘅樓都仲未習慣，婆婆搬入嚟1個月，佢話地方乾淨，空氣都好啲。不過就太靜啦。早上行落去個街口，聽到嘅只有起重機聲。佢又話自己唔埋怨新區要時間嘅，但希望其他樓盤可以快啲落成，開多啲鋪就冇咁悶。A 區呢個地方好似仲未醒，有樓有路有燈，但人情味未發酵，冇茶餐廳，冇公園，冇便利店，甚至冇個地方可以坐低吹下水。入夜後，街燈一亮，人影就少，啲風就更大。吹到個個縮埋件外套，有啲居民開始心淡，喺網上留言話春節前會加巴士開商鋪，但而家仲未見太多變化。另一個回覆就講係咁講，最後都要靠自己打點。政府回應就話逐步完善，但逐步係幾快、幾個月定幾年，大家心裏頭都有個數。其實問題唔係無解，交通先行，商鋪提前規劃，設施早啲開放，市區自然有活氣，可惜而家好多嘢都等到媒體報道先有動靜。夜晚8點幾，超市拉下半個鐵閘，街口剩低幾盞燈，遠處巴士駛過，車燈照住陳霧中嘅路面一閃一滅。啲新樓窗入面亮住燈，有人煮飯，有小朋友做功課，有老人睇電視，燈光閃閃，卻包圍喺一片靜止之中。新城 A 區唔係冇希望，只係仲未入戲。呢度有空間，有規劃，有住戶，但冇連結。要令佢真係變成一個社區，唔止要樓有路，更要有人、有生活、有節奏。想象下幾年之後，街口真係有麵包香，樓下有小朋友踩單車，巴士唔使再等半個鐘。夜晚行街有燈有氣氛，到時啲人可能會笑住講，以前 A 區真係一個荒島呀，而家變成大城啦。不過要真係等到嗰日，唔知要過幾多個，逐步完善，等幾多次臨時方案，等幾多次新聞紙爆出配套不足，先至記得 A 區仲有人喺度生活。
而家 A 區仍然喺呼吸靜得，可以聽到風聲同工地機器聲，居民等緊車，等傳媒報道，商戶等客人入嚟，咩都喺度等，等到最後大家可能連點解要等都唔記得。